同朋友去食一鍋糖火鍋。其實我暑假更多日子，我都覺得有時好悶啊，所以約同學食飯，輕輕鬆鬆去放題。今次火鍋揀個最平，98蚊70分鐘，輕輕鬆鬆又一個70分鐘放題。我好努力咁樣整滿個碗啊，之後再錄晒大碗入邊嘅嘢。不過點解我唔飽呢？因為我 post IG 分享，剩返15至25分鐘，我即刻將成個大碗嗰啲生嘢全部倒晒落去番茄鍋。之後我計時5分鐘，剩返時間都過咗時啦70，但係因為入面唔係好多人，所以好彩唔趕我走咋。分享埋聽日去中山玩。